5月7日星期四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若望福音。耶穌繼續對門徒說：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會在我的愛內生活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，而常在他的愛內一樣。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，好讓我的喜樂存留在你們心裏，並使你們的喜樂達到圓滿。反省今日嘅福音，我哋要關注耶穌同埋我哋嘅關係，佢可以喺我哋身上邊發揮啲乜嘢作用呢？達至圓滿，相信係人人都能夠渴望得到嘅。我哋諗一諗，應該點樣去理解佢嘅喜樂能喺我哋嘅身上邊達到圓滿呢？分享說明一下。耶穌嘅喜樂同一般人嘅喜樂有乜嘢唔同啊？分享一下理解。祈禱意向，請眾齊向上主，歌唱新歌，普世大地，請向上主謳歌。佢將平安同喜樂賜俾咗所有公教家庭，我哋要感謝佢。行動回應，同家人一齊晚禱，向主耶穌表達感恩，又過咗愉快嘅一日。